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0月2日 AM 新闻，我是嘉豪。今日发生什么事态，头先就来报恁知。台中火力发电厂和台中市环保局发6000万，发电厂这期是市政府故意甲因刁难。嘉义市有一块地买卖了后，双方协议将计销起2倍起登录，煞互人来判刑。文化部长陈丽君表示，有机会做一个艺文频道，伫咧公共媒体内底。台中火力发电厂的放漏水检验又搁无通过咯。台中市环保局累计落来拢总甲因罚6000万，也要求火力发电厂在12月底以前爱改善完成，若无就爱来停工。不过台电即期讲，顶礼拜是台中市政府伫咧检查的时阵，为什么是跳过停时就甲因直接罚钱？即期市政府是跳过伊的。台中市环保局顶礼拜四针对台中火力发电厂小土团的机组1号至4号，还有9号至10号的机组的放漏水来抽查评的高度有超标。正结果已经出来啊！1号至4号机组的放漏水评超过26倍，9号至10号机组超过28倍，佮加上9月份嘛捌查到5号至8号的机组评超过24倍，3个放漏口总共是处罚6000万。不代表以后都会一直罚啊，我们也会给予停工，它是有选项的，所以我想，既然台电是谈到自己可以在12月底有这样的一个改善的一个能够完成，那我们姑且相信他一次。台中市政府要求中火12月份改善好好，若是搁违规，会搁连续来处罚，有可能会叫因停工。经济部处长詹文生是表示，若是4只机组去用停工，可能影响供电。我们要看停工的范围是如何。如果是4部机组停工的话，它的占整个备转容量率有达到7%左右。那其实当然对供电的稳定会有一定程度的影响。台电是回应讲尊重9月份超标的处罚，嘛答应讲会进行50%的减产，放漏水嘛暂时袂排。毋过无了解市政府10月份搁一届抽检了后，煞跳过定数直接处罚4000万，这期台中市政府是为着处罚来处罚。那对于钟师傅在新的废水处理厂还没有完成前，就一再进行水的检测，那么台电呢感到无奈，我们尚未收到正式的检测结果，那依法应该要给台电提出陈述意见的机会。台电表示，新的废水处理厂当得起，预计12月份起运转。环保团体认为，台中市政府是处罚，不是叫因停工，无主动的作用，而且拢是罚人民的钱。这也不过是把台电的钱换到市府这边而已。我们希望看到的是勒令停机。不过环保团体更较关心的是空气污染的规则要来啊！11月份到12月份的空气污染的问题，若是中火无部分停机，台中市政府要求检讨团4项的目标，可能无法度完成，到时阵会搁面对另外一波空污的难题。记者综合报道。国际社会最近一再出现挺台湾的声音，除了德国和美国建交的联署，最近也有一位澳洲的民众向澳洲的众议院提出请愿案，希望澳洲政府会当认定台湾的主权，也承认外交关系。总统蔡英文透早也接近卢森堡国会议员访问团，也强调讲，今年澳洲支持台湾参与国际进行是应过无的，这也表示讲，咱台湾伫咧国际社会表现得到肯定。总统蔡英文再去接见卢森堡国会议员访问团，除了表达感谢卢森堡对台湾的支持，同时强调近来澳洲国际社会对台湾支持的力度是以前所无的。虽然今年台湾仍然无法参与世界卫生大会，但来自欧洲国际社会对台湾的支持力道是前所未见。那么今年的4月呢，欧洲议会友台小组与主席首度串联英法德3国的国会友台小组的主席联名致函 WHO， 支持台湾参与 WHA， 还有波罗的海3国以及捷克的国会议员也都为台湾来发声。蔡总统强调，澳洲各国小天都伫这个月顶旬，荷兰众议院也头一摆表决通过动议支持台湾的参与国际事务，拢是重要的突破。其实近期国际社会挺台声音不断，德国甲美国民众小联手发起请求建交关系请愿案了后，阁有澳洲的民众提出，请众议院要求澳洲政府对台湾予因充分的外交请愿案。
因为澳洲请愿案只要伫4礼拜内超过1个人连署都会当过关，到时阵请愿案结束了后，将会提案交予澳洲的众议院决议。但我方尊重澳洲国内的法治的程序，不会介入。外交部将密切注意请愿案的后续的发展。那呢，台美的关系也有进展。台湾是民主的成功故事，也可靠的伙伴。美国与台湾都在全力推动国际交流，最近还一起推出了一个重要的大型人才交流新计划——人才循环大联盟计划。美台关系真的改善了，现在不但美国的总统，可是美国国会、美国最重要的媒体的看法，他们都支持台湾越来越多。前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司徒文强调，台美关系史上上好，不过蔡政府也几啊摆向美国化为美台洽签自由贸易协定，不过今年复谈睇法无乐观，恐惊都爱看美国的态度。记者综合报道。国民党的总统参选人韩国瑜在今仔日去彰化造势，透早也到园林参加中小企业的座谈会，表示交易用地已经不足，也已经危害到农地。下晡韩国瑜也到埔盐顺德宫，访问到两岸和平协议问题，同款是无被回答。国民党总统参选人韩国瑜来到彰化的埔盐顺德宫，赶快受到民众热烈欢迎。李上表方正上关军部伫地方代表甲立委参选人的包围之下，接受地方正上的查调传军剑。被问到民调领先对手，韩国瑜认为民调领对手是因为打击民意，不过被问到甲两岸和平协议相关的问题是回避。澎湖小三通争议已经表示要发展实际的小三通。大概1年澎湖不到5000位大陆的观光客，那如果能够直接对接的话，对澎湖的观光产业及其他相关的产业会有很大的帮助。提到两岸关系的部分，有用儿子跟王八来形容，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但谁是儿子，谁是王八？来，有没有其他问题？嘿，这只是一个比喻。在去伫园林的中小企业座谈会中，国民党总统参选人韩国瑜表示，彰化存在工业用地不足，侵蚀农业用地问题，伊答应会将意见带回研究，加公布相关的构思。违规使用农地，建议1在各县市或交通便利区规划中小企业专用工业区。这个工业区用地严重不足，这个是确实是存在的，而且一步一步侵蚀到农业用地。未来整个工业用地、中小企业的用地、专属用地如何取得，一定会列入我们的国政顾问来仔细的探讨。座谈会上，中小企业主向韩国瑜表达工业用地、外劳人力、一个绩效甲交通建设等问题，希望未来若讲韩国瑜有机会执政，会当规划提供予中小企业的合法工业区，透过需求甲供给配合，解决彰化违章农地工厂的根本问题。记者综合报道。2020总统大选特别到啊，哪能唔拿拼总统，又要拼国会席处，希望会当拼过半的民进党最近的政党支持度，说输予国民党，搁爱面对拄成立的民众党。台北市长郭本哲在今仔日也阁是忍袂住，甲民进党口水啊。台北市政府举办了赢比赛，请真侪人来参加，都好亲像台北市长郭文哲带领的台湾民众党要来抢2020国会席处，要向天下间来引人才。海选报名的人数是要到268人，而去决选的有43个人，郭文哲会亲身来面试。民众党真细节出步，嘛互民进党感觉真有压力。双方不三是媒体呛声。民进党治国不怎么样，选举还是一流。民进党有可能打出告急牌，因为担心这部分就被民众党抢，你觉得有用吗？有什么牌都会用啊，不过是这样的哦。其实2016年，其实我也查过2016年，你看时代力量硬是在1个礼拜间
被压下10%，所以我每次讲说，民进党其实选举还是蛮厉害。民进党甲民众党的选票有一部分是共的。针对以国会过半做目标的民进党来讲，要安怎来拼政党票变做第一项上要紧的代志？就像2016年，民进党甲时代力量来合作，毋过为着政党票来杀金鸡牌，成功摕到18席。时代力量的得票率嘛超过5%，抢到2席不分区。这个政党票的部分，它其实不只是这个整个政党的核心价值，选民认不认同。那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是说，整个不分区的名单它开出来之后，是具备一些领域的一些代表性。国会不分区的席次干那34席，哪力要抢，小党嘛要分，毋过小党要下过5%后定算是无简单。2016大选总共有18政党来提名，小党的得票率差不多拢比5%较低，干那新党下过3.5%后定，摕到1票50块的政党补助款。为着要让小党有生存的空间，社民党话声讲应该爱修法。平均在7、8万可以得到1席立委，那我们这30万政党票0席立委，这其实就是一个很不公平的制度嘛。如果不改变的话，其实是小党真的很难生存。那所以我想这个部分一定要修宪跟降低政党票的门槛，才会真正有一个多元的政治。因为民众党加入来，互不分区的战况更较紧急，再加上哪力甲时代力量、亲民党等等的政党，其他的小党要拼生存，2020政党票的战场是增加一噗噗。记者综合报道。经济部在今日发表台湾甲日本、韩国出口的比较报告，显示台湾的出口依存度甲集中度拢高过日本甲韩国。不过，全球景气虽然无伫咧变动，虽然台湾、日本、韩国出口在今年拢变较歹，不过有台商汇率的加持，台湾顶半年的经济成长是赢过日本甲韩国。受到美中贸易战的冲击，甲全球经济变歹，需求降低。今年以来，包括台湾、日本甲韩国的出口大部分拢是衰退。其中，台湾1月份到9月份的出口一年减2.5%，南韩一年减9.8%，日本1月份至8月份一年减4.8%，比起来台湾减较少。若是甲物价原因扣掉，实际出口嘛转做正成长，而且一直变好，所以全年经济成长同款是有信心，会当继续领先日韩。出口虽然依存度很高，但是呢，其实我们对中国大陆出口的减幅相对其他国家来得低。那再去探讨这个商品类别的话，就发现，我们对中国大陆出口的商品比较是偏重于像是化学品、塑橡胶制品，还有机械等这些。其实，就伫咧制造业动力减少、全球经济继续变慢的状况之下，国际货币基金 IMF 伫进前嘛发布上新的报告，嘛修改今年全球经济成长率到3.0%，台湾今年甲明年2年的经济成长率嘛降低到2.0%甲1.9%。经济部是认为，台湾是小型的开放经济体，对外贸易的依存度是较悬，再加上出口的货物甲地区的集中度比日本、韩国较悬，所以较会受到国际经济变动的影响。过去台商基本上有过度投资中国大陆的情况，那现在贸易战最主要就是美国对中国开火所以为了避开这个美国的关税，其实有一些本来是台商，他有中国大陆出口产品，他转回来台湾出口，但是他的利润受到压缩，因为它成本增加了。学者认为，甲其他的东亚国家比起来，台湾目前比别人加固定投资的力头，也就是政府推出投资台湾的3大方案，继续增加经费来投资制造业、生产、出口，还有就业，未来经济成长的动力是互人真期待。记者综合报道。咱拢知影讲，鸭卵较白也有芳，而且代志毋是戆人所想的遐尼简单。买卖房地产，拢爱照规定，伫咧30天内进行实价登录。不过在家己有一个地主甲土地卖出去了后，甲买的人达成协议，打算要登录成交继续2倍起哩。这2个人也犯着属公务员登载不实文书罪，隆重互法院改判刑啊！嘉义3名投资客合股向世界地主以1600万买一块位于嘉义市的土地，双方到地政事务所交涉时，签落成交了后，办理不动产实价登录申报计销3200万的附带条件。嘉义第2审理后认为不实申报已经触犯刑法，属公务员登载不实文书，买卖双方拢被判拘役。亚灯会影响附近邻近土地的交易价格。买方那边有3个人，卖方这边1个人，都是相同，都是使公务员登载不实罪。房仲业者分析，因为房市处理修正期间，市场出现不少易售厝的计销，甲新建完成的厝的计销，卖价有落差。确实有业者伫咧销售村的厝，将计销做悬，以低报悬来收取房价。
那要求买方呢配合所谓的这个成交价呢不要低于原来的一个卖价啊，这样的一个情况呢，通常因为对买方来讲，它是相对是有好处的，不管是在贷款的金额上可以比较高，或者是建商的回馈会比较多，那这个部分的配合是有的。资讯公开的大原则、大方向上路，但是真的执行面跟一些或者是一些相关，其实有非常多的一个漏洞跟很多的缺失。民间团体认为，目前世界登录只要伫9月后30天来完成，比欧美甲日本拢无够及时，呼吁应该尽速修法，申请像门牌公开及时登录等规定，才会当互房市介绍资讯更较公开透明。记者综合报道。政府发放夜市抵用券，出境观光，到达已经收了47万张，其中花莲的东大门夜市回收买10万张，是全台湾的第1名。行政院政委蒋明心也讲，东部南部夜市受到中国游客影响，夜市券的效果是有符合政策的方向，而且配合政策的大头，大部分拢真肯定这项政策。桌顶一沓夜市抵用券，拢是台北宁夏夜市摊商收到的。今仔发放夜市券，宁夏夜市店家就讲，生意增加大约2成。整体来看，大概成长大概2到3成，平均差不多会有40张左右。我觉得只是短期的。根据行政院统计，夜市券上路1个月到27号，发出182万张，目前回收47万张，回收率全台第1的是花莲东大门夜市，使用近10万张，收益上大。其次是嘉义文化路夜市，第3是台南花园夜市，北部第1的宁夏夜市是排第8，大约收到15000张。我们这样大概问一下摊商的部分，大概有增加1成到2成，觉得很棒，鼓励观光客来花莲，这样花莲很美。因为陆客来台减速，东部甲南部夜市受到冲击相对较大。政府9月16日起扩大秋冬各路增加奖励，至于向旅客每办发夜市抵用券200，采分区使用。行政院说明，成效符合设想，未来各发出400万张的夜市券。在东部的部分，事实上产生的效益是最大的。那再来就是南部，所以这个最跟我们的这个政策的方向还蛮符合的。除了夜市券促进消费，经济部也出招，10月7号起推出相关小型店家促进消费计划，民众伫相关内的小型店家使用行动支付消费，政府提供消费金额10%，行动支付业者提供5%以上回馈，全台有200多处相关参与。上路以来，交易金额已经达到1200多万，回馈大约130万，超过10%。除了促进消费，也带动小型店家行动支付相关设备升级。记者综合报道。第4代感恩基会成立一个艺文专用的频道咧。文化部长陈丽君第一章表示讲，若准公共媒体法顺利修法，公共集团下面6个频道会当重新来整理，就使做一个全台湾头一个的艺文频道。带观众来看过去的纪实摄影家伫70年代到90年代留落来印记。公司家己做的节目艺术真优秀，是过来真少数家己有观点的艺文节目。公司表演厅是甲表演的艺术完整翕落来，互民众毋免出门，买当伫厝内欣赏。毋过过来艺文节目真少，文化部长陈丽君认为这寡佫无够。未来的公广集团整合之后，真正整合之后，其实它6个频道可以重新重整，在数位宽频的时代里面，可以有更多频道划分的可能。那我一直主张应该要设立艺文频道。文化部设公共电视法，修正做公共媒体法。陈丽君主张未来修法了后，要伫内底来规划出艺文的专门频道。嘛，举例讲，像讲欧洲1990年，都有德法公共电视台，是德法2国的视听随便预算，制作文化节目、艺术电影，类型包括古典艺术、现代流行，提供精湛的文化视野。毋过有学者认为，陈丽君提出来这个想法是好代志。毋过即马网络 OTT 的平台是真多元，若是要开专门的频道，就爱有配套。因为我们的起步晚了，我们跟80年代的美国的这个 Bravo 频道，或者是90年代之后的 Ovation 频道，如果光跟这2个美国的艺术专属频道比较起来的话，我们其实已经落后了几十年。所以如果我们现在是说我们有一个艺术频道，可是艺术频道在推动上，它并没有从艺术教育的配套上头同步来思考，那我认为它的收视率可能会受到挑战。有艺文界人士指出，艺文节目收看观众佫无够，成立频道需要考虑到看袂到的条件。
不是一口气我们就到一个频道，那最后就会变成这个频道其实还是没有人看，就会非常可惜。表演艺术联盟建议，若是想要让更较侪人来看，会当甲艺文资讯也是节目立伫咧各频道，互一寡主流的观众会当看到，嘛会当提高艺文的能见度。记者综合报道。对着阮的镜头来看在地上大条，伫咧顶礼拜高雄市有2名救护员，因为拒绝甲患者送对别个管区的病院，引起家属的不满。落尾这2名救护员说放调职，想袂到伫高雄昨个有一个要死妇人人，要求爱送到30公里外台南市富山区诊所。救护员也惊讲这个饭碗捧袂掉，这款情形也遂引起争议。接到任务，油厂分队救护车出动。27号，高雄市一名38岁有身的妇人，因为饮水破气，爱紧急送医。不过救护人员到现场了后，家属指出3件拢伫台南市，希望送去30公里外的指定诊所。基于保护他们人民安全之下，我们同仁就在现场的他们的专业评估，就帮他们送到台南医院去。所以这个部分是完全是站在那个当事人的生命安全之下来做考量的。消防局指出，救护同仁可能是急杀的案件，当时嘛甲家属讲，送去指定的诊所可能有风险，由家属签下切结书，才送去台南市的诊所。不过顶礼拜，才有救护人员因为拒绝无共区的救护被调职，再度引起各界的批评。无共区的救护已经造成基层人员的压力。附近辖区有其他的消防事件或是其他医疗事件的话，那其他民众的权益呢？我们必须要去思考这件事情。它并不是服务无限上纲，而是你在资源有限的情况底下，你消防能力都还编制不足的情况下，你要怎样让这些医疗跟救护资源有效的去分配？我们以后针对我们所有的紧急救护医疗里面，我们也希望透过我们的专业医疗的医师群，然后我们的相关的专业人员，包括一些外面的一些学者，我们也召集他们来开会。大家来开会以后，我们再做一个讨论。高雄市消防局表示，每一天紧急救护有400多件，99%以上拢是圆满达成任务。无共区的救护案件无济，已经研究要找专家学者和民间的救护车，对无共区的救护案件进行讨论。记者李小燕、陈汉坤南部报道。伫咧台南有一位3万平宽的游乐区，用缩小版的万里长城吸引民众来遮佚佗。不过，台南市水利局却发现讲，业者无申请，家己就开发山坡地，该罚15万，而且也无甲政府伫咧收。检方也依照违反水土保持法、甲区域计划法，加以来起诉。放的万里长城伫台南白河中线，城道上设有防火台、山海关等关卡，沿途还有100尊的兵马俑骑扫。这处3万平园区是细林的业者原本经营的电影文化城，无做啊，去年另外做的景点。山坡只要它有保持照依法规定，然后保持水土的保持，就应该是还好了。它要照法规走。那定期检验，保护好的话，至少会降低一些就是水土方面的一些流失。迷你版的万里长城沿山步行街，就算是回家己也是袂少人入场。不过实际上业者却是违规开发，包括停车场边啊、城墙下骹拢明显出现水土流失情形。台南市水利局去年6月审处15人罚款，要求停止非法使用行为，并且限期3个月申请合法，也是恢复完整。不过业者拢无改善游玩对外经营，互唔知影民众入园去佚佗。这个案件呢，我们在勘验的时候，其实有经过专家证人也陪同我们前往。那水土保持技师这边其实也认为他，现场的一些状况其实已经构成符合自身水土流失的要件，所以我们据以起诉。业者遭到检方以违反水土保持法甲区域计划法起诉，这个司法回应绝对无非法开业。对于水土保持的认定，去年查查了后，已经积极申请变更地步，会阁向主管机关说明。记者综合报道。国内头一个离岸风电开发案，海洋得南风电奖，因为违反当初宽屏的内容，伫咧顶一个更骨的时阵，无派一定的数量观测船，甲海岸海底的观测员，互环保团体检举，环保署也罚因150万。不过，环保团体认为讲，这个罚金伤过低，无法度抬价较高，决定要向环保署来拍行政官司。
表列两航渔港外口的海里，采一座一座的离岸风机，这是国内第一座离岸风电场——海洋德南风电场。打开始的时阵，敢若起2座示范风机，第2阶段则过来起20座，预计年底时阵开始使用。环保团体检举，业者6月份施工的时阵，无派有9架的观测船，还有海洋海底观测员，环保署查到总共有3工，落尾罚150万。这150万的财罚实在是不足以吓阻，不只是海洋竹南公司，还有我们未来的即将要开始打桩的其他的离岸风力发电公司。鲸豚观察员对于白海豚保育，这已经是最低度的保护了。那如果你连这个都做不到，我们还能期待什么呢？业者当初时答应讲要开发这座风场的时阵，施工拍条瓦卡的期间会派10只观测船，若是讲发现北海底就会停工。啊，毋过环保团体不满，违反环保评估答应的代志，算咧代表讲一工违规敢若罚50万，比停工一日的成本爱成100万，还是讲成1000万搁较低。这款的处罚根本就无感觉。啊，毋过环保署表示，这款的违规程度爱停工有困难。这些因果没有办法去证明的时候，我们现在这个个案来讲的话，它是没有符合停工的要件。但是我们考虑到说要保护我们这个稀有的物种，所以我们是加重裁罚，然后罚到它最高额的150万。业者捌说明，迄当阵无派有9架海洋海底观测船，是因为风影收大，惊讲较细只的观测船会有并船的危险，以后会改调度较大只的渔船来代替。啊，若是环保团体已经第2届提起公民告知，针对环保署处罚上轻嘛，已经提起行政诉讼。环保署是表示尊重因的决定。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咱做回来看福州。美国总统 Trump 日前宣布讲，伫咧罗西亚、Turkey、伊拉克加叙利亚库德族人的协助之下，美国的特种部队成功伫咧叙利亚西北部成功杀死伊斯兰组织 ISIS 头人巴格达迪的这项任务。Last night, the United States brought the world's #1 terrorist leader to justice. Abu Bakr al-Baghdadi is dead. He was the founder and leader of ISIS, the most ruthless and violent terror organization anywhere in the world. 美国总统川普日前伫白宫发表的这场50分钟全国电视演说，一直咧人动全场，真详细讲到巴格达迪的死亡过程。这个代号是凯拉姆勒行动的突袭任务，美军出动将近80个人的兵力，8台直升机，第2日深夜去到伫叙利亚西北，伫土耳其隔壁的伊德利卜省边境小镇巴里沙，对美伫咧遮的巴格达迪和伊的移动发动攻击。川普讲，伫咧激烈的庆战当中，巴格达迪和军犬约甲秘密封闭的地道，伫咧无路通退的情形之下，和家己3个囡仔引爆身躯顶有架自杀炸弹的架。地道崩塌，巴格达迪的遗体嘛被绑甲分身碎骨。美军最后是透过 DNA 比对完成尸体的身份查核。He died like a dog. He died like a coward. He was whimpering, screaming, and crying. 川普讲，这项行动美军无一个人折损，只有军犬伫咧爆炸当中受伤。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奥布莱恩讲，巴格达迪的遗体会比照2011年大肆盖搭头部宾拉登遗体的处理方法火化了后海葬。1971年伫伊拉克首都巴格达北部逊尼派大庄仔头塞麦拉出事的巴格达迪，有巴格达大学食素朴素的学位。1903年美军攻打伊拉克期间，伊是一位清真寺的教师，并且有家己的民兵势力。2019年，正做掌控伊拉克盖搭在内真侪线状团体的领导人。3天后，率领大批激进分子攻下北部大城摩苏尔，宣布成立实施严格伊斯兰教法的哈里法。ISIS 上兴的时期，势力下过叙利亚和伊拉克，有800万人受伊控制，绑票国际人士卡有赎金，公开斩首的作为，各大概引起国际社会的震惊和批评。2011年，美国就将巴格达迪列在悬赏追捕的恐怖分子名单内面，驻军队1000万美金追加到2500万美金。白宫日前公布，川普甲副总统潘斯和军事以及国安高层官员伫咧战争时观看美军突袭行动进展的相片，事后川普记者问到看的情形。How did you watch this? Well, I don't want to say how, but we had absolutely perfect, as though you were watching a movie. 英国首相强生、法国总统马克宏等各大位国家领袖认为巴格达迪的死亡是反恐的一大成就，但是嘛强调对抗邪恶势力的战争也未结束。伊朗新闻部长吉洛米的回应都较特别，伊推文表示，这无算什么大代志，恁美国只不过开始家己创造出来的物件。记者综合报道。
天主教在这个月进行3礼拜长的世界主教会议，梵蒂冈当地时间27由教宗彭济国主持闭幕。这摆会议主要是要讨论南美洲阿马朗地区薪资人员真欠缺，打算要开放女性来担任教会执事，也予符合条件而且有娶某的男性会当来做神父。教宗也按算在年底会做出结论。南美洲的亚马逊河流域是全世界上大的热带雨林，被叫做是地球之喜。不过，长久以来过度开发造成雨林继续消失，特别是今年以来的大规模丛林野火引起全球关注。趁着主持这摆天主教全球主教会议的机会，教宗方济各批评有关各方放任手段式的开发，唔但破坏环境，也让当地原住民部落失去挖苦生活根本。这摆全球主教会议因为重点控制亚马逊地区，与会大约180位各国主教，有拉下来自亚马逊河流域所属的国家。对因也有受邀参加亚马逊地区原住民来讲，流失的唔单是热带雨林，也有日渐减少的薪资人员甲信道的人数。Que caminhos novos nós podemos oferecer para as nossas ovelhas, para que elas pastem aqui e não vão no pasto do vizinho? Porque nós não estamos dando ou não estamos conservando o pasto como deveria ser para elas. Onde é que nós estamos falhando? 当地教会人士指出，亚马逊河流域地形复杂，交通真无方便，真侪偏远部落，平均1年以上才会当见到神父一摆，造成民众的信仰冷气，甚至人员会招募更加困难。对此，教会内流传真久，建议允准女性担任基层神职工作，以及接纳已经结婚的男性担任神父。伫这一摆的会议，拢被正式提出来讨论。Algunas cosas que hay que reformar. La Iglesia siempre tiene que ir reformándose, ¿no? 这摆会议通过方案，建议教会允准女性担任执事，也就是伫主教甲神父之下，负责堂区甲教区的日常生活。面对保守派质疑，支持这挂改革的主教甲神父认为，妇女伫维持亚马逊地方教会有重要贡献。允准已经结婚的男性担任神父，除了需要通过一定的考核，也甲女性出任执事同款，只限伫亚马逊流域地区，未造成教会价值的错乱。记者综合报道。现代科技新产品无数教人惯精神，不过在日本这几年发现讲，只要是落大雨就直接淹水，甚至是有停水停电的情形。最近，就建筑业者也开始开发各种的主题，若准是碰到天然灾害，就会当家己发电，还有水通好用，咱也做伙来看。行政院长苏贞昌在日前讲，前总统马英九的朋友律师陈忠文可能会做香港嫌犯陈同佳的辩论律师，引起无归论的争议。那也立委在今仔日即期法务部处长蔡碧中批评苏贞昌是行政指导司法。不过，蔡碧中认为苏贞昌的质疑是有道理的，因为律师若无就事论事，无依法行政，也无考虑到被告利益等等的问题，这就是魔鬼交易。到陈同佳如果现在要来投案，是随时可以来投案。那这个管道是大概是一个怎样的方向？可以让我们了解一下吗？就是陆委会哈，他们会说明。陆委会你们不知道吗？陈同佳案件的争议继续在拖，针对蔡政府建立的投案机制到底是啥物？那也立委早起质询法务部处长蔡碧中，要求伊爱讲互清楚。啊，毋过蔡碧中甲立委会搬出来，无搁加说明。那立委嘛，搁一个来骂行政院长苏贞昌是行政指导司法。啊，毋过蔡碧中讲毋是。我们任何人不是只有行政院长不能肯定这种事情啊，一定要指摘他。对，不然的话，这种违背国家的利益。不应该指摘，因为你们没有权利指摘。我有因为权利指摘，任何国人都有权利指摘特定事务所，把我们国家的利益把它弃之不顾。总统选完才要来吗？3个月后。这个部分怎么样？我们不能去预测这个了。但是我们自己国家，我们自己的定位，我们自己的原则，一定要严守。伫咧陈忠文可能来做陈同佳的辩护律师这件代志，那也立委质疑蔡碧中捌做过律师，却无顾涉案人请律师辩护的权利，嘛要求蔡碧中甲“魔鬼”2个字爱交代互清楚。
假设一个杀人犯，你要跟他讲说，你今天来台湾，副部长，他可以受到轻于杀人的罪责。你听我讲哈，那将来还可以没事。这一位杀人嫌疑犯，这个就是魔鬼的交易。请你告诉我什么叫魔鬼啊？什么叫魔鬼？就是明知道他有罪还边他辩护是吗？不就事论事，不依法行政。那所有，然后很多事情就是说不循正道而为。蔡必忠强调，讲陈东家绝对有请律师来辩护的权利，法务部一切依法来行政。若是掌握到证据，陈东家若来台湾投案，一定会正办到底。记者综合报道。因为中国唔捌放弃用武力来摕到台湾。美国也认为台湾要对抗的战力不够，爱卖爱国者3型加汽车飞弹。国防部长兼德发在今仔日跟他讲，这是军事机密。另外，新加坡甲中国正式签订国防交流与安全合作协定，台湾英国逐年拢会协助新加坡的军事训练青光计划，恐惊会出问题。严德发也强调讲，这一切拢正常。新加坡和中国正式签署国防交流和安全合作协定。台湾过去每一年都会协助新加坡进行军事训练的成功计划，敢会生变？国防部长严德发强调，高大推动正常。跟新加坡方面的星光计划，到目前的推动一切都正常，都在进行当中。依照惯例，新加坡成功部队每年11月拢会提出过当年的训练计划。那立委表示，目前无听讲新加坡要终止和咱军事合作，但是呼吁政府爱密切观察动向，尤其中国依然无放弃武力犯台。即马风声讲，美国认为两岸若是开战，咱后续战力恐惊无够，已经积极由说咱这边建议经过爱国者3型飞弹和汽车反弹飞弹。请把钱花在刀口上面，美方的这一些建议我们应该要务实的考量。相信美国一定也看到了台湾这样的一个危机，所以呢，不断的增加对我们的这个国防的需求，我们表示欢迎。我们主要工作是把I2性能提升到I3，其他的我想都在我们的建议规划里面在做这边因为私设机密也不方便多说。美台军事合作继续升温，咱甲美国采购108台 M1A2 战车案，陆军讲最近会当摕到法技师 LOA， 会伫11月完成签署。国防部表示，专案目前已经讲好12项工业合作项目，希望美国技术转移120公里主炮的制造技术。记者综合报道。立法院长苏家全下晡囝洪兴珠宣布要用无党的身份参选屏东第1选区立委，等于是甲民进党的张嘉宾来对决。洪兴珠也讲，除非是苏正清来参选，伊才会来替选。外界解读是向民进党来施压，将苏正清放入去不分区的安全名单内。一直风声讲要参选立委的立法院长苏家全，伊的夫人洪英珠日前宣布以无党籍的身份参选屏东第1选区的立委，佫成立竞选总部。伊的参选等于是和争取连任的立委张嘉宾拼场。洪英珠佫讲到，除非苏正清参选才会替选，互外界解读是要甲民进党中央施压，要将苏正清纳入不分区的安全名单内面。我的参选绝对不是为了要让苏正清进入民进党不分区立委的安全名单内，而对民进党的党中央施压，绝对没有这回事。不是什么政治的考量，或者是家庭的因素，或者是我身体的状况，其实都不是。因为洪兴珠的参选有可能好着拿赢的对手，被看作是上大苦主，积极拼连任的立委张嘉宾。民进党这届确实碰到真大的危机，大声呼吁党中央爱赶紧处理政治问题，若无票互人分调无大进，中间选民离开，才是影响全党胜负的关键。大家都说自家人好说话，我想这样的一个反应，现在民进党的支持者都应该看得出来，谁把民进党当作自家人，谁又是民进党的自家人？对于真正始终支持民进党的人，我倒不担心分票，但是呢，只靠民进党的支持者、始终者是不足以来当选的。
民进党的确遇到很大的危机。不过，洪兴主讲，洪氏作家全爱受益，才会一直靠抗议卖参选。不过，伊选择拖动参选，是因为这35党内拢是为别人咧辅选，即个要为家己拼一届。嘛，希望若是顺利当选，会当为屏东争取捷运，也是经轨做好地方。作家全目前当咧印尼交界斗辅选，对太太参选，嘛是强调经过反对和遗憾。伫咧立委选举登记截止进前，会搁再继续沟通，希望洪兴主打消参选的想法。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社的开发案，台北市政府为着避免动工来引起文资争议，台北市文化资产审议委员会进行最后的表决，也选出包括溪洲底王家在内，隆重7位来登录做历史建筑。不过，这个保存的方式，文化局说讲会当刷到别位去保存，所虽然引起当地居民的不满。住址都是福山吗？后两厝的牛条全部拢是用福州杉所起的，四个拢是古早味。这座有140年历史的溪洲地王体是伫咧写。10月28得到台北市文化资产审议委员会的表决，要甲登录做历史建本。这个委员会对当地20个有文资实力的建本，除了选出溪洲地王体，佮包括下溪沙尾单架组厝、顶溪沙尾单体。溪洲底过体等等，总共7个建本，登录做历史建本。不过，厝主王先生的心情算是真复杂。大家都搬走了，留我们也没有用啊。都住在这边，还搬在集中在一起，可能吗？社开发案真侪年以来，有部分当地住户不满政府推出都市开发，转来强制征收土地。台北市政府为着避免以后动工引起文资争议，2016已经公告登录5个历史建本，今年佮增加7个。社目前总共有12个历史建本，住户针对历史建本的看法无同。你文资会议哦，阮2个里长拢无接到通知啦。阮都有违建，阮地价税、房屋税，该尽的义务都尽。我们文字保存是大家都应该做的事情，集合起来是比较符合的。到底要安怎保存这挂历史建本？台北市政府考虑到原地保存，或者是异地保存，集中管理，所以引起部分住户不满。如果保存7栋全部要移置的话，大概也要差不多0.5公顷。中央的部分有一个中央公园，它的面积非常大，就有可能在那一带。有部分的民众质疑，台北市政府捌做过调查，有要40%的民众赞成维持即卖状况，敢若3.66%支持开发。政府却无顾里面的心声，嘛互支持派甲反对派到今阁无法度得到共识。社到底要安怎顾着开发甲文化保存？市政府也搁咧想办法来规划。记者综合报道。真侪人到台南佚佗，拢会去到遐住民宿。不过，台南市的民宿是对106年开放设置到今，乡社区内面成功申请的民宿业者大约有200多间，真打算要把这个申请范围变更较宽，做到东区甲北区。市内底本地违反的民宿，经过改善了后，大部分拢会当合法。市政府也强调讲，会替民众来看头看尾。甲一般饭店上下话无共款，民宿独特的风格是真侪背包客游客来到台南的上爱。而过去民宿只有伫非都市的地区才会当设立，但是在106年，交通部通过台南市乡城地区，包含中西区以及安平区会当设立民宿，真侪业者是纳入为合法。不过根据管理局去年全面清查，小港差不多有300外间的民宿是无合法。而现在台南市民宿申请的范围将要搁扩大，延伸到东区甲北区。但是因为卡在双城计划区，他们不是在计划区里面，所以他们根本是不可能来去那个做这个登记合法这个动作。因为基本上你可以纳入规范里面的话，对我们店家，然后对旅客部分的话，他们也多了一层保障。非法旅宿可以合法化，这样子的话，他们也要经过一些安全检查、消防的检查，那这样子对旅客来说，他们的生命安全更有保障。那对我们来说的话，整个观光的话也会有进步，也会有良性的竞争这样子。业者讲就地合法，有政府法令明确的规范，会让旅客住是更较有保障。而所有的范围扩大，其实就是按照台南市已经划设的历史街区，包括府城、咸水、新华等区域。就是北区的一部分、跟东区的一部分以及南区的一部分就是说在增设历史街区。那或许在之后，在这些区域内的既有的那个民宿的业者，他们也能够进一步就是辅导他们合法化。
虽然讲民俗下怀区域扩大，但是台南市文化局是补充，按照台南市历史街区振兴自治条例所制定的历史街区计划，毋是扩大以民俗设立的范围为目的，主要是考量历史街区未来长期发展，以上新的台南乡城地区观光地区，嘛是参照文化局进行所画设的府城历史街区，因此会当经营民俗的范围，嘛会随即个计划变动扩大。顺利的话，上近年底就会使公布。虽然扩大区域，但是台南市府强调，嘛是会严格来把关。记者王正云淡报道。和文化部列做是文化自路的森林花堡建国1、2村，目前正在进行再造历史现场专案计划，也得到1亿的补助，希望带动平雅寮自路的保存。森林县政府表示讲，因为真侪厝壳歹死伫咧放落，用新的来仿旧，希望让这个平雅寮会当换新换新。来到云林县好尾建国1村，这被文化部列为文化记录，目前正在进行再造历史的现场计划。但头一期的工程完工，原本参判的看社现在无厝顶。虽然保有原有的建筑外观，但修复后被地方的民代认为减了过去的关村味。总是要看不会证明跟过去住建村的人接不接受嘛？地方觉得说这样改出来有没有符合过去大家对建村的那个味道？至于目前。一般大概会觉得这个味道就走掉了。伊这边才有咧整理啊，才有咧整理有咧设计啊，你才当方办活动，做一个活动也好啊。不过，有民众认为，无修复进前，才环境真垃圾。现在修复后，举办艺文活动带动人潮嘛袂歹。对此，文管府表示，因为老旧的灌辖厝顶拢已经放落来，有控真歹，为着要强化结构和考虑安全。才会以坚固的强化来设计，在安全和景观并用新旧概念结合，希望创造眷村的新意象。因为它原来的这个屋顶的整个残破状况是真的很严重。那在一个在安全性的考量上面，建筑师选择用这个钢构，然后也加上这个就是仿旧，就是它有点就是铁锈的这个处理，去吻合整个这个就是眷村的这个它的味道。文化处表示，建国1村再造计划是以景观的环境设计为主，为着安全的考量，才会将参破的旧灌社厝顶拢拆掉。但原本的纹理、窗仔和空间的设计拢无改变，希望不只是修复旧贯穿，嘛希望将新的元素带入来，让贯穿有新意象，来举办艺文刺激活动，带动观光的人潮。记者为您报道。花天满开芳，结子才惊人。为着要鼓励囡仔讲母语，公司台语台和教育部、文化部、台中教育大学做伙举办公营倒转来台语表演比赛，鼓励各校仔的囡仔用表演的方式来表达对台语的爱。不管是搭喙鼓、歌戏、四句联，拢来遮先拼先，希望会当进入到决赛来电视台录节目，拼冠军，摕到10万块奖金。四句联是讲甲写叫，囡仔伫咧舞台顶练功夫，囡仔兄囡仔姐点指画牌、唱歌戏、搭喙鼓，互人看到趣味趣味。妈妈，你为什么咧哭？我想到我好朋友蓝露英迄个悲惨的故事啊。这会当用足侪游戏落去教，落去学，你迄音会念着。然后会背袂起来，嘛是有困难的所在。这个合作公营倒转来的活动，是由文化部、教育部、公司台语台和台中教育大学等等的单位做伙举办，在北中南东4区办比赛，鼓励所有对用台语表演有兴趣的国小学生斗阵接触台语，然后决赛就会在咧摄影棚拼输赢。咱电视台以前伊拢向禁止嘛台语的部分伫电视台拢消失嘛已经伫电视台真少看到学生的表演，所以阮台语台设立了，希望讲咱全国的学生拢会当来参加台语的比赛。有同伴大家做伙用比赛，伊迄一种的迄个活动，就是一种推动的方法之一。公营倒转来比赛无限制囡仔表演的形式，鼓励囡仔小少做伙使用台语，享受讲母语的快乐，也希望台语文化会使代代传。记者综合报道。
世界柑仔类果子酱比赛头一摆有亚洲人得到年度闪金大奖，而且就是咱台湾人瓜鸭。咱也做伙来看这个用台湾果子做出1粒1的果子酱。2019年世界柑仔类果子酱比赛出现头一届由亚洲人摕到冠军，得到这份荣誉的正是咱台湾人瓜鸭。瓜鸭利用台湾金枣甲鸡蛋，做出和欧洲人拢真学乐的世界冠军果子酱。想起当初参加比赛的时阵，心情是紧张佮期待。其实我12月甲果酱行过去了后，其实我拢讲我袂在意，问题是我逐工在心内拢在算讲，到底当时即个比赛结果会公布，完全无想到讲我会当摕到金牌了后，上重要是得到闪金。这款出国比赛得冠军倒转来的果子酱，其实是瓜鸭甲生活美食作家叶宜兰合作的果酱。研发的过程长达半年哦，就是我们花了很长的时间反复的试吃，就是那时候其实柯雅做了好几个版本。那中间我们就是对于那个就是橙花的这一款是比较喜欢，可是那时候觉得就是整个那个果酱的那个香气不够奔放跟强烈，所以我们那时候就有请他适度的提高那个就是柠檬的比例，然后让它能够那个更完美。台湾水果的特殊风味，加上瓜鸭的手艺甲叶宜兰的调味，完成这个和欧洲人真学乐的果子酱，用台湾水果和世界看到台湾这个报道。记者杨淑晴、林坤明采访报道。屏东高工暨海科3年学生苏碧豪，日前参加到第49届全国技能竞赛，得到金牌，也一声拍赢所有人，也得到有史以来上好的成绩。恭喜模具苏博豪，提名单位屏东高工。徛伫台顶接受大家扑角声，屏东高工机械科苏碧豪微微啊笑，然后比一个1，因为伊拍败业界代表和大学生，以高职生的身份，摕到今年第49届全国技能竞赛模具组的金牌。训练的过程哦，辛苦是一定会有。然后我觉得过去的话，那不管当时在当下多么辛苦，我觉得后来都一定会很值得。所以现在再苦，我觉得到最后你的努力一定会有收获的。会安尼讲，是因为苏碧豪车赢得到金牌的背后，是一段辛苦无人知的故事。苏碧豪自细汉就无介意读册，毋过伊对做机械是兴趣一天就练超过10点钟，这拢是真史上的代志。对设计模具制作到推金做出成品，伊拢非常认真。那一个模具出来，它要耗费很多的功夫，甚至它的细腻度。那它这个模具呢，能够塑胶射出成型，需要连续射出10个元件，那代表它这个精密度及细致度，它花费了很多的功夫。苏碧豪骨力拍拼赢到金牌，即阵已经摕到台湾科技大学保送的资格。接落来，伊希望明年会使取得国手的资格，代表台湾参加国际赛。未来也希望有通好进入中科院，将家己的专长贡献给国家。金牌最赞！记者综合报道。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恁就知。北部地区为20度到26度，中部地区为20度到29度，南部地区为21度到31度，南部地区为21度到28度。再来看外岛地区，为19度到27度，一个未来3天的气象。感谢您收看今日的 AM 新闻，我是嘉豪，马上同一时间咱再会。
了。